乡亲啊，大家平安！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初7，旧历的11月初3，礼拜4。这个台南六甲一个62岁阿嬷，用婴仔车塞到7个月大孙仔要过一条三车路口，煞去互正边直行的轿车来弄到，阿嬷甲婴仔车拢飞出去，过路人拢惊到，赶紧向前来帮忙。加在这个孙仔有下安全带，妈孙仔敢若受到轻伤。 一位阿嬷要塞红婴仔车来过道路，正边倒边看一下，趁无车的时阵想要赶紧过，但是煞行到一半的时阵，煞互一台对正边驶来的轿车弄着，毋但阿嬷互弄跋倒，含红婴仔车嘛弄甲并过，而且车顶还佫载着伊7个月大的孙仔，路边的人嘛看甲错一下，赶紧上进前来关心。婴儿遭撞击倒地后，女婴因有婴儿车及绑带的缓冲下，仅有头部轻微擦受伤。 好佳在当车时，两个人拢敢受到轻伤，送病院了后拢无代志。阿嬷讲当时要过大路的时阵，行到无一半，就转黄灯。啊，我看迄边是绿灯，我就怎过？但过慢影尔，迄个就闪黄灯，我就冲过啊。双方拢反应袂赴，才来出意外。毋过，佮重新倒来这个事发的地点，这是一个三车路口，煞无来画斑马线。若是无细意，真容易发生车祸。因为他根本也没有人，也没有那个斑马线啊，加绿灯会当行，加绿灯会当行，唔知是要我安怎？当时行人驶向为红灯，汽车驾驶也疑似未注意车前状态。 双方肇事责任善待警方调查厘清楚。伫这个危险的路口，相关的单位嘛要来研究是毋是会当来画斑马线。毋过警方嘛提醒讲，若是要过道路，一定要注意两边是毋是有车，而且爱行伫咧斑马线。若是塞红婴的时阵，一定要遵照规定，替囡仔来下好安全带，才会当加一层的保障。